今年寒冷哦，小人受冷气团甲寒流低温，嘛影响到农作物。中华气候葡萄的产地大约是有3成的葡萄花拢冻伤，影响到收成。农民是拼命要来帮果子园来保温。针对于损失，农会嘛呼吁农政单位会当来启动现金的救助。将电火球啊点葡萄，要来增加葡萄园的温度。中华气候的农民真心痛，因为今年第1期葡萄当伫咧开花期，但是冷气团甲寒流陆续带来低温，已经有3礼拜的时间，葡萄花穗去冻伤，变做石头花，只会当啉痛慢条。现在是天气太冷了哈，然后造成葡萄的那个花苞哈受到冻害哈，受到冻害以后，它这个花苞就不会再继续长大。然后叶片也会变红、变黄、受损，它造成它不会开花结果，然后最后我们只好忍痛把它摘除掉。农民也搁伫咧果子园四周围装乌色的防风网啊，抽相对温度较悬的地下水，为葡萄根系保温。开灯抽水1分地就要开4-5千块的电钱。溪湖镇农会是表示，中华是葡萄重要的产区，溪湖500公顷种的面积是全县上大，目前初估灾损已经有3成，呼吁政府启动现金补助措施。变成石头花啦，拢影响下未来的采收啦、品质啦，咱损害可能也超过3成以上啦。咱希望咱农政单位可以考量是不是可以对现金补助了。第一个，那个民众要先赶快去公所来报来登记，我们会启动会勘呐。如果他有达到20%，我们也会跟中央争取，看看有没有灾害的一个补助。中华县农业处强调，农民会使先保存证据，而且前往镇公所通报登记，县府就会启动会勘。若是损害率达到20%以上，就会协助向中央争取灾害补助。公司新闻中华报道。